韓國琴日舉行咗歷史性大選，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以49.42%嘅得票率當選總統，結束咗因前總統尹錫悅實施戒嚴後帶嚟嘅一系列政治混亂。呢場選舉嘅投票率高達79.4%，創下自1997年以嚟嘅新高。而且就喺總統選舉嘅第二日，即係今日，李在明宣誓就任韓國總統，冇過渡期。有評論認為呢個係韓國現代史上最快捷、最高效、最唔拖泥帶水嘅一次大選。原因自然係因為前總統尹錫悅被彈劾，韓國政壇正處於真空狀況，新總統當選就走馬上任。呢場選舉勢必對朝鮮半島局勢乃至整個東亞地區都產生唔少嘅影響，甚至有評論指對中國係一個小驚喜。點解呢？我哋先從李在明嘅成長歷程講起，從邊緣人到國家領袖，佢嘅故事堪稱韓國政治史上嘅傳奇。出生於貧困家庭嘅李在明，12歲起就喺工廠打工，左手手腕因為工傷導致殘疾。雖然係咁，佢靠自學完成咗學業，成為咗一個律師，而且長期為勞工、貧困嘅市民提供法律援助。因為意識到僅靠訴訟係冇辦法改變體制，佢決心從政。從最開始嘅屢次競選失敗，到2010年當選城南市長，開啟咗佢用貼地嘅方式獲得基層市民嘅支持，知名度迅速上升。佢嘅直言不諱同埋改革意志，以及善於煽動支持者情緒，令到佢被部分媒體稱為韓版特朗普。舊年年底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嘅時候，李在明提到話佢似韓國特朗普。佢認為自己係現實同埋實用主義者。李在明仲宣布告別同朝鮮對立、與日本同美國加強關係嘅尹錫悅保守政府，並表示冇必要升高對華緊張關係。喺選舉前，佢就強調當選後會推行實用嘅外交政策。具體到中韓關係，佢認為中國係韓國重要嘅貿易夥伴，同埋對朝鮮半島安全產生影響嘅國家。佢將會穩定咁處理中韓關係。換句話嚟講，接下嚟嘅韓國或者會告別過去一味親美媚日嘅外交政策，實現多元外交，並且修復朝韓關係。外交之外，李在明面臨多重內政挑戰，包括韓國經濟增長放緩、社會不平等加劇等問題。事實上，李在明嘅勝選反映出韓國民眾對保守派執政期間政治混亂同經濟停滯嘅強烈不滿。前總統尹錫悅因實施戒嚴而遭到彈劾，導致提前舉行總統選舉。李在明喺選舉裏面承諾恢復民主秩序，推動經濟改革，成功吸引咗選民嘅支持。佢嘅共同民主黨喺國會裏面擁有多數席位，為佢嘅施政提供咗有力嘅支持。不過佢仲需要應對自身涉及嘅法律案件，儘管目前因為總統豁免權而暫停審理，但仍然可能影響佢嘅政治聲譽。李在明嘅當選標誌住韓國政治嘅新開始，佢從貧困中奮鬥至總統寶座，展現出堅強嘅意志同埋改革嘅決心。但係面對內外挑戰，佢需要展現出領導力，推動國家走向繁榮與穩定。李在明又能否打破青瓦台魔咒？未來5年將會係檢驗佢改革承諾同埋治理能力嘅關鍵時期。